你以為早起的奇蹟係叫你5點起身扮超人？唔係，係教你唔好一起身就俾手機綁架。第一招，鬧鐘響咗唔好同佢談判。你每撳一次 snooze，個人生目標就即刻扣血。最難唔係落床，係同張被分手。張被會講再瞓5分鐘啦。你要狠心啲，書入邊有個 Savers 聽落似特工隊，其實係6個晨間小動作。先靜心1分鐘，再講句肯定說話，最後幻想自己做到，唔係發夢，係幫大腦開導航，跟住喐一喐，睇幾頁書，寫低幾句，唔使一開波就變成功人士，先變清醒人士。如果你成日賴床，就唔好靠意志力，將鬧鐘放遠啲，等自己被逼行人生第一步。頭10日會想放棄，中段會開始懷疑人生，但係撐到30日，你就會覺得，咦，好似得喎。所以明朝唔使即刻完美，做6分鐘就夠。靜心、肯定、觀賞、運動、閱讀、書寫，先開機，再改命。